好多人認為玩呢啲老嘅歐洲車啊，尤其是大排量啊，一定係又多嘢整啦，油耗又高。咁咧，好似我身後呢部 GL500啦，係我自己喺好多年前喺客戶手上度攞翻嚟嘅，應該自己都揸咗8年多噶啦。咁咧呢部嘢真係一定係大水牛嚟噶啦，8缸嘅機器。但係咧揸完之後咧，自己都已經翻唔到轉頭啦，因為之後嘅車全部都係6缸到8缸以上啊。今次咧我就用呢部車進行測試，究竟係咪走高速同市區油耗係咪真係非常之高？咁我依家就出發油站交個油先。Later。好啦，咁我走咗轉香港嘅來回啦，咁都係走高速啦為主啦。其實我頭先咧就喺大陸油站咧入咗個300蚊92嘅，咁我走咗轉香港嘅來回，依家行咗大概200幾公里左右啦。依家用油價除個公里數咧，就差唔多1蚊一公里。標版嗰個每100公里幾多升油耗啊？已經最低可以掉到12.8嘅，由18點幾升嘅油耗跌到去12.8油耗，算係幾慳油啊！對呢部8缸嚟講，咁當然咧呢部車我有做過手腳啦，始終我做咗20幾年嘅師傅，咁我好清楚每次攞燃油車翻嚟咧，都有幾樣嘢影響油耗嘅。例如首先催發前嘅 O2 sensor 咧係一定要換嘅，跟住咧空氣流量計啦，包括噴油嘴，我換咗咧市面上有啲慳油嘅油嘴，18孔嘅油嘴嘅，霧化會比較好啲。跟住點火線圈同火嘴我都會換得全新嘅。咁機油咧方面咧，我都用咗比較偏稀嘅，有時530，有時540，所以咧就會做到呢個咁低油耗。咁當然以前嘅奔馳系統啦，可以設置個發動機咧係混合比偏稀嘅，我已經設到去最稀為止啦。仲有點解入92唔着燈咧？出邊會有好多人問。咁我已經喺電腦亦都設咗點火火位啊，就適合92汽油使用噶。咁所以咧呢架車入92都唔會着燈啊，唔會有什麼故障啊。出邊好多人都怕話入92整壞個發動機，其實唔會嘅。所以咧呢架車喺我手上嘅時候咧就比較慳油啊。咁啊當然。喺市區嘅實際嘅油耗有唔同啦，譬如我走澳門、走香港嘅市區，亦都有啲唔同嘅。澳門我計過，應該因為澳門咧起步停車塞車嘅時間比較多啊，澳門去到1蚊7左右1公里嘅。喺香港啊，香港我好少走港島區啦，咁圍繞都係屯門啊、元朗啊、荃灣嗰啲區域嘅啫，大概就1蚊5左右1公里嘅。所以幾個地區嘅油耗都有少少唔同，尤其係市區啦。咁但係走高速就穩定係1蚊1左右1公里嘅啫。依家呢部車，所以咧只要你定期做保養啊，定期去更換一啲油耗高嘅組件咧，應該唔會話啲油耗高嘅。加上好多人話大排量維修費貴啦，咁其實依家大陸都好多維修啊、翻新嘅組件啊，咁啊包括啲避震我都爆咗3次，咁啊每次都係整翻都係千零蚊嘅啫，非常之平嘅。都啲底盤擺臂膠件，以前係話幾千蚊支，依家幾百到千零蚊都有一支膠液啦，所以其實都好抵玩嘅。呢啲咁嘅舊車喺澳門幾萬蚊都有膠液啊，幾萬蚊又可以享受到當年200萬嘅效果啊，所以對我嚟講咧，老車嘅選擇咧唔錯嘅，又玩到一啲咁高質量嘅BBA， 所以呢啲老款嘅大排量車都唔係話唔值得一玩嘅。